生短短幾百年，識着火嘅麻辣小龍蝦，你哋有冇食過呢？左手搣佢個頭，右手搣佢個尾，再嚟翻一啖鮮香麻辣，鬼咁入味啊！今日翻到重門68樣，教你哋整夏天嘅第一餐小龍蝦。兄弟，對唔住啦嗱，揀蝦嘅標準咧就簡單粗暴，鉗細皮青，身材正，新鮮嘅自來水冚過啲蝦背，再加埋啲鹽，少少爆醋，浸佢一陣，等佢鬆筋化皮，跟住用你老公嘅牙刷上上下下、裏裏外外同佢洗白白，剪咗啲蝦頭，挖出個內臟。冚住佢中間條尾，掹出佢嘅咬呢機，沿住個背脊嚟返一刀。下一步，7成油溫倒落去就慢慢炸，蝦殼由青變紅就即刻撈出嚟。跟住起鑊燒油，薑蒜葱白，均係椒花椒八角香葉，慢慢炒出佢嘅香味。再落一殼豆瓣醬，炒出紅油，一斗車嘅啤酒去香增聲，靈魂就係呢個火鍋底料。然之後落一斗車嘅鹽、糖、蠔油、胡椒粉，煮滾之後倒落小龍蝦。大火翻佢964下，不停咁將啲味道逼入去，燜住5分鐘。冇咁急喎，等個黃瓜倒入嚟先，再加啲洋葱同埋葱段，冚上一殼生粉水，大火收汁，出鑊啦！呢一味麻辣小龍蝦大功告成。